波疫情有超過11萬宗3至11歲兒童感染嘅個案，有部分兒童康復之後患上長新冠，更出現腦霧嘅情況。家長可以點樣應對同處理呢？有機構早前調查話，8成受訪嘅確診兒童患有後遺症，其中5成更出現腦霧症狀。有醫生話，出現腦霧嘅兒童平時會特別容易感到疲累，上堂時難以集中精神。有腦霧嘅小朋友好多時咧，都係家長啊、老師啊發覺小朋友新冠之後咧，零零舍舍好似學習能力咧下降咗嘅。咁通常因為佢哋嘅記憶力差咗啦，專注力差咗啦，一啲處理事情嘅速度慢咗啊。長新冠引起嘅腦霧同一般專注力失調情況唔同，佢哋通常會持續幾個月到1年，而大部分兒童會慢慢好轉。如果家長擔心影響仔女嘅專注力或者記憶力，醫生可以進行詳盡嘅認知測試。一開始我諗醫生同小朋友啊家長要詳細傾一傾啦，究竟佢哋擔心嘅嗰個狀況係乜嘢啦？如果係擔心專注啊記憶力，我哋會幫佢做一啲詳盡嘅認知嘅測試啦，睇下佢哋嘅記憶力啦、專注力啦，同埋佢處事嘅速度係有冇影響咯。醫生建議小朋友最少1日瞓10個鐘，有足夠嘅睡眠可以減少腦霧出現。家長亦都要多啲同小朋友做運動，令佢哋快啲復原同提升專注力。咁我哋提到咧，其實專注力不足咧係腦霧其中一個症狀啊。咁我哋知道咧，其實當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，會刺激腦前葉咧去製造一啲腦傳遞物質啦，咁叫做多巴胺啦。咁佢哋可以幫我哋咧，令到我哋嘅執行功能啊、專注力咧有所提升嘅。咁所以做運動非常之重要。曹允兒亦都建議兒童要接種疫苗，可以有效減低患上長新冠嘅風險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潔瑩報道。